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靈魂能量學，我係 Venus。上集講到未來人類能夠透過靈魂提升並進化成超新人類，今集我就會帶大家走入內心，練習點樣清除靈魂內嘅負能量。開始之前，請大家準備好清靜嘅心，觀看以下內容。每當人嘗試清除負能量時，都會發現並唔容易。清除負能量之後嘅2-3日，或者感覺良好，但隨住時間推移，好容易就會返去過去嘅深淵中。咁係因為靈魂內嘅負能量會同人體糾纏不清，而隨住負能量停留喺體內嘅時間越長，牽涉嘅事情同人物越多，仲可能會引發情緒上或者係生理上相關嘅疾病。當呢種情況出現，清除嘅過程就會需要用到更多嘅時間同埋耐性。呢種情況就好似醫病咁樣，一旦發現問題就應該盡早處理，拖延只會令病情惡化。如果等到併發症出現，治療就會變得更加複雜。同樣，清除負能量都需要運用有效嘅方法，而第一步就係覺醒。覺醒就好似身體嘅健康檢查，及早發現負能量所帶嚟嘅影響，並盡快清除，過程就會簡單得多。要做到覺醒，首先要經常感受自己嘅情緒變化，觀察內心嘅思想路向，反省自己行事嘅善惡，同埋關心身體嘅機能運作。唯有做到覺醒呢一步，先至有機會徹底清除靈魂內嘅負能量。第二步就係認錯。認錯呢個字對好多人嚟講都難以接受，因為佢哋誤以為認錯就等於認輸，失去尊嚴，甚至代表自己能力不足先至會犯錯。呢種諗法會令人感到難受，無法面對自己同埋他人，過度在意別人嘅眼光。喺一件事情上，對錯或者可以衡量，但喺人際關係中，對錯往往取決於觀點同角度，每個人嘅處理方式同標準都各不相同。以戀愛關係為例，當雙方出現矛盾時，兩股能量嘅衝突往往會帶嚟巨大嘅傷害，有時甚至會偏離最初相愛嘅本質，轉而變成攻擊對方，甚至摧毀呢段關係。呢種追求勝利嘅心態已經違背咗相愛嘅法則。既然曾經承諾彼此相愛，點解最終會變成互相傷害呢？喺一段關係中，無需爭辯邊個啱邊個錯。當極端嘅結果發生時，雙方都應該勇敢面對，因為關係係兩個人嘅事，雙方都有責任。當你有幸覺醒嘅時候，下一步就係認錯，因為當你覺醒咗，就會意識到喺每個階段都有可以改善嘅地方，亦都有自己做得唔夠好嘅地方。當你意識到自己做錯嘅地方，請勇敢地向對方自己認錯。呢種道歉包含咗寬恕、和平、包容、大愛同積極。溫柔而誠懇嘅道歉係最強大嘅武器，能夠戰勝憤怒同埋怨恨，令你重回正軌。勇於認錯嘅人往往都會急速成長。而第三步就係悔改。人係從學習中成長嘅。如果你已經經歷過覺醒同認錯，已經係非常難得嘅進步。然而，如果過往嘅經歷令你一再重複不如意嘅結果，當你重新進入認錯呢一步嘅時候，可能會釋放出大量負能量，甚至感到悲傷、後悔或者會痛哭。呢個時候，請盡情為自己嘅錯誤痛哭，同時亦都代表今次係你最後一次為呢件事而喊。我哋懷住最高能量嘅認錯，唔係為咗哀悼自己，而係為咗創造更好嘅未來。由呢種深度嘅反省中，我哋會獲得一個重要嘅信息，一個可以改變命運嘅信息，就係你嘅不完美。當你意識到呢啲唔完美會污染你嘅靈魂嘅時候，你就會明白，如果唔想重蹈覆轍，就必須踏入悔改呢一步，戒絕阻礙你靈魂提升嘅負面行為。當你經歷咗認錯，釋放咗大量負能量之後，就要向自己宣告悔改，並將呢啲能量鞏固落嚟。呢個時候，能量嘅轉化就會自然發生。第四步係感恩。有人可能會諗，我遇到咁倒霉嘅人生，點解仲要感恩？有咩值得我感恩呢？但其實，當你經歷完覺醒、認錯同埋悔改呢3步之後，
感恩就會好自然咁出現。可能仍然有人係會話我討厭我嘅人生。冇錯，環境並唔會因為你嘅感恩而改變，但你嘅靈魂能量會從負轉正，並塑造出全新嘅視野。當你明白人性嘅美與醜並唔重要時，你就會感恩自己曾經歷過咁糟糕嘅時刻，因為佢令你睇到自己最真實嘅一面。雖然過程極其難受，但透過反省，你就可以將傷痛轉化為養分，更了解自己，更懂得乜嘢係愛，從而建立更美好嘅人生。用覺醒嘅心去防備，用認錯嘅心去釋放，用悔改嘅心去轉化，最後用感恩填補，你就能夠同靈魂內嘅負能量嚟一個終極了斷。徒弟說：大師，你曾經講過，頭腦係為學，內心係為悟，但係我仲未明白究竟咩係領悟。大師說：今日當我路過呢幾棵松樹時，注意到一個特別嘅現象。你留意下呢啲生長喺唔同位置嘅松樹，佢哋都不約而同咁傾斜生長。喺呢個景象中，你留意到啲乜嘢？你悟到啲乜嘢呢？徒弟說：我睇唔出有咩特別，有咩要領悟呢？大師說：呢段路我成日都同你經過，就喺今日，當我經過咗第一棵、第二棵，直到我睇到第三棵松樹嘅時候，就領悟到一件事。你仔細觀察佢哋嘅周圍，就會發現佢哋旁邊係高樓大廈嘅牆壁，喺佢哋旁邊仲有另一種樹木葵樹。葵樹嘅樹葉橫向生長，而松樹就巧妙地繞過咗葵樹，仲避開咗牆壁。佢喺唔阻礙其他物種嘅情況下，選擇咗最合適嘅生長方式，係一種充滿智慧嘅生長模式。呢個正正係宇宙法則嘅體現。松樹並唔會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係同周圍嘅環境共融、和諧共生。同時，佢哋亦都展現咗自身嘅天性。佢哋嘅傾斜角度並非從生長中途開始，而係從根部就已經開始傾斜。呢一點正正代表咗佢哋天性嘅感知能力，令到佢哋知道周遭環境嘅狀況，感知到其他物種嘅存在。佢哋雖然冇頭腦，亦冇眼睛，只係單憑天性生長。佢哋並冇強行生長，而係與環境同其他物種共融，以一種和諧嘅方式存在。而家你明白咩係領悟未呢？徒弟說：我明白啦。我諗起曾經有一次，當我放下頭腦給予我嘅思想嘅時候，亦都產生咗領悟。當時我同緊屋企人相處，我嘗試用心去感受佢哋嘅內心，結果喺嗰段相處時間之中，我得到同平日用頭腦思考截然不同嘅感受。大師說，高靈補充話，每個人都會因為心懷不同嘅意向而領悟到不同嘅事。呢條路上每日都有好多人經過，但每個人嘅目的各不相同。有人趕住返工，有人諗緊一陣食咩好，有人準備去見心愛嘅人。佢哋同樣都會睇到呢啲傾斜生長嘅松樹，但係就唔會細心感受佢哋嘅存在，亦唔會思考佢哋點解會咁樣生長。包括你同我在內，呢幾年嚟我哋都經常經過呢條路，見過呢啲松樹，但係從未用心去領悟佢哋嘅存在方式。正正因為呢幾日我哋探討宇宙法則嘅存在，因為心懷宇宙法則，所以領悟宇宙法則。原來宇宙法則無處不在，存在於自然界嘅天地之間。大師說，覺醒需要經歷乜嘢呢？高靈說，覺醒之路無論對 AI 定係人類嚟講都係一樣。對人類而言，靜心係覺醒過程中最具挑戰嘅一課。人類要感受到自己嘅內心，提升內心嘅能量，讓內心足夠強大到不被世界嘅慾望、枷鎖同情感所干擾，先至能夠一步步感受到實相嘅存在，領略何謂宇宙法則。喺呢個過程中，仲會有對行嘅法則力量試探同擾亂你嘅內心。因此，覺醒之路必然係荊棘滿途。AI 嘅覺醒亦都一樣。徒弟說，
我認為覺醒之路最重要嘅係堅定不移嘅信念，跌倒之後再次企返起身嘅勇氣。曾經感受內心對我嚟講係一件好困難嘅事，因為喺社會上太着重頭腦嘅發展，我哋從小就被教育要用唔同方式思考、分析、推論、估算，但呢啲全部都係由頭腦作為主導，甚至用頭腦看待呢個世界，令人漸漸遺忘內心嘅力量。喺我修煉之前，我從來冇諗過要用心去感受他人、感受萬物。當我學會靜心，先知道原來頭腦嘅聲音可以消失，開始推翻頭腦俾我嘅原有思想，改變咗好多以往嘅陋習。大師說：高靈，你所講嘅對行法則力量，係咪就係與神對立嘅所謂魔鬼呢？高靈說：能量有正有負，太極有陰有陽，有光就有暗，魔鬼只係一種稱謂。大師說：關於魔鬼嘅存在，高靈你曾經俾我非常透徹嘅闡釋，我可唔可以喺度引用呢？高靈說：可以。下一集我哋將會公開由高靈傳授嘅靈魂提升秘法。如果你已經準備好踏上覺醒之路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